講起台山，了解佢嘅中國人可能唔多，因為佢只係廣東西部沿海嘅一個縣級市。講起台山，了解佢嘅外國人卻非常之多，因為130多萬台山人分佈喺世界各地。你唔知道台山冇關係，但係你或者知道呢個人，佢叫駱家輝，原美國華盛頓州州長。佢嘅當選對美國同中國嚟講都係一個驚喜，因為佢嘅祖籍係中國台山。你唔了解台山冇關係，但係你或者知道呢個人，佢叫伍冰芝，加拿大第26任總督。佢嘅成功對加拿大同中國嚟講同樣係個驚喜，因為佢嘅祖籍同樣係中國台山。你對台山唔熟悉冇關係，但係你或者知道呢個人，佢叫譚伯源，澳門財政司司長。佢讓台山人為之驕傲，因為佢嘅祖籍都係台山。或者你難以想象台山喺海外有咁多香鹽俊傑，或者你唔會想到一個小小嘅台山喺世界上有咁大嘅影響。走進台山之後，你肯定仲有更多嘅驚喜。呢個碼頭叫廣海鎮南灣碼頭，唔好睇佢唔起眼。佢曾經係台山最早嘅出海口。早喺200幾年前，成千上萬嘅台山人就係從呢度離鄉背井，漂洋過海到世界各地謀生。時至今日，共有130幾萬台山人旅居美國、加拿大等92個國家同地區。台山以出國人數之多、出國時間之早、喺海外影響之大，被人稱為中國第一僑鄉。素有愛國愛鄉傳統嘅台山人，不管走到邊度，都深愛住自己嘅故鄉。無論係富甲一方嘅殷商巨富，定係家境並不富裕嘅普通華僑，佢哋都懷住一種血濃於水嘅心情，為建設家鄉克盡綿力。呢個係陳宜禧銅像。1904年，呢個喺美國修咗40幾年鐵路、飽嘗創業艱辛嘅老人，帶住實業救國嘅夢想，返到咗家鄉台山，募股興修新寧鐵路，歷時16載，矢志不移，終於喺1920年修成咗我國第一條股份制商辦鐵路，寫下咗我國自力更生修築鐵路嘅光輝一頁。孫中山先生尊稱佢為一代偉人。雖然呢條橫貫台山、直達江門嘅交通大動脈喺上世紀30年代慘遭戰爭毀壞不復存在，但係陳宜禧堅韌不拔嘅奮鬥精神、愛國愛鄉嘅光輝形象，卻永遠鼓盪住一代又一代嘅海內外台山人建設家鄉嘅激情。呢個係伍信德先生銅像。喺香港，佢係飲譽香港嘅飲食界泰斗同實業家。喺家鄉台山，佢係一位備受崇敬嘅教育家同慈善家。呢個係一位克勤克儉嘅老人，數十年過住簡樸嘅平民生活。佢經常着住一套着咗幾十年嘅舊西服，打住一條價值唔過10蚊港幣嘅領呔。呢個係一位對祖國、對家鄉建設不惜一擲千金嘅老人。20多年嚟，
伍信德先生帶領其家人喺祖國各地嘅捐資超過2億元。呢個係一位具有科教興國、遠見卓識，對家鄉文化教育事業情有獨鍾嘅老人。改革開放以嚟，佢鍥而不捨地為家鄉構建從胎教至大學一條龍教育體系，先後捐資超過1億港元，興建同支持台山市優生優育優教中心、馬蘭坊幼兒園、台山市少年宮、4九鎮學業中學、台山一中、台山師範、台山市中等專業學校等教育項目。喺台山，講起好似伍信德先生咁樣桑梓情深嘅台山之子，人們會情不自禁咁為你講述一批又一批海外鄉親灑向家鄉傳氏愛嘅感人故事。改革開放20幾年嚟，旅外台山人就為家鄉文化、教育、醫療等公益事業捐款超過13億元。喺捐資家鄉公益事業嘅同時，旅外台山人仲掀起咗回鄉投資辦實業嘅熱潮。僅旅港實業家劉炳光就投資咗3.5億元興建咗台山商業城。呢個係被人稱為博士村嘅白沙鎮西村。從外表睇，佢同第啲村冇乜兩樣，但係就係呢個普通嘅小村莊，竟然出咗30幾位博士、10幾位碩士，最多嘅一家出過8個博士同碩士。博士村只係台山人重視文化教育嘅一個縮影。台山仲有一個讓人嘆為觀止嘅現象，院士多。喺中國科學院同中國工程院呢2座中國最高級別嘅科學殿堂裏面，台山籍嘅院士就有11位之多。作為一個著名僑鄉同文化之鄉，如果要畫一幅彰顯台山地方特色嘅絢麗畫卷，僑鄉文化就係呢幅畫卷嘅底色。喺呢層底色上，台山人除咗會畫上燦若星辰嘅台山名人，亦一定會畫上一個飄逸嘅排球。或者好多人唔知道，中國最早嘅排球運動就係20世紀初由旅居美國嘅台山華僑引入台山，然後喺全中國開展起嚟。喺20世紀50、60年代，台山排球隊多次喺全國比賽中奪冠，300多名台山籍球員同教練活躍喺國家隊同省隊。中國體育界有無台不成排嘅講法，周恩來總理亦稱讚全國排球半台山。台山為中國嘅體育事業做出過不可磨滅嘅貢獻。作為中國著名嘅排球之鄉，台山有一個好奇特嘅現象，有幾多村就有幾多個排球場，有幾多個排球場就有幾多隊排球隊。呢度排球運動嘅普及率可謂全國之最，中國女排每年都會遠赴台山進行訓練比賽。喺呢層底色上，台山人除咗會畫上中西合璧嘅老式建築，亦一定會畫上聞名遐邇嘅名勝風景。冇到過台山嘅人對台山充滿向往，初到台山嘅人會懷疑自己係咪走入咗神奇嘅建築藝術長廊，因為台山傳統建築遺傳瑰麗多姿，碉樓、騎樓、洋樓構成咗中國獨特嘅華僑建築文化奇觀。其中以梅家大院、雍家樓、浮月洋樓為代表嘅台山洋樓建築之精美、保存之完好、分佈之集中、
國內絕無僅有。到過台山嘅人一定會想再嚟台山。風景如畫嘅上下川島，被國內外遊客稱為東方夏威夷。北峰山、石花山、北斗浪琴灣風光旖旎，三峽溫泉、都復溫泉仿若仙境。置身於台山嘅島橋山水中，領略海島風情，品嘗山珍海味，漂流探險泡溫泉，嬉沙踏浪遊碧海，你一定會樂而忘返。文化係一個地方嘅底氣，有咗文化就有咗發展嘅後勁。文化係一個城市嘅內涵，有咗文化就有咗前進嘅動力。獨特嘅僑鄉文化係台山城市精神嘅靈魂，佢不僅體現喺台山人嘅生活習俗同建築風格之中，亦培養咗台山人獨特嘅品性。僑鄉文化鍛造咗台山人堅韌不拔、奮發圖強嘅品格。歲月悠悠，台山人10年磨一劍，將自己嘅家園打造成投資嘅熱土、創業嘅樂園、人居嘅天堂。一個現代化嘅工商城市正在南海之濱崛起。呢個昔日被人稱為山尾、水尾、路尾嘅交通末梢，投入近100億元，打造咗中橫台山嘅新台高速公路同廣東西部沿海高速公路台山段。台山境內高速公路通車里程達140公里，係目前國內高速公路通車里程最長嘅縣級市。台山一躍成為廣東西部沿海地區嘅交通樞紐。即將動工嘅港珠澳大橋，更係凸顯咗台山喺泛珠三角區域交通新節點嘅區位優勢，把台山提升到香港、澳門後花園嘅重要位置。依託完善嘅高速公路網，正喺度建設嘅萬噸級貨運港口魚塘港，同總裝機容量900萬千瓦嘅火力發電廠，台山已經構建大交通、大港口、大能源、大養殖、大旅遊嘅發展格局。台山經濟騰飛嘅基礎已經夯實。放眼當今台山，活力迸發，魅力四射，由鋁型材、汽車配件、五金、皮革製造、紡織等支柱產業構築嘅現代工業方陣大氣磅礴，花卉水果、海水養殖等特色農業產業帶蔚然壯觀，海島風情與溫泉仙境競秀媲美。200多平方公里嘅工業園區，成為吸納外資民資嘅強磁場，一切創造財富嘅源泉喺台山充分湧流，一個個創富故事喺僑鄉精彩演繹。僑鄉文化培養咗台山人友善謙和、崇尚自然嘅心境。一直以嚟，台山人摒棄咗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嘅急功近利嘅發展模式，選擇咗一條人同自然和諧統一嘅發展之路，持之以恆地走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並重嘅道路，
實現經濟、社會、環境嘅協調發展。喺台山，到處係山海相依，舉目皆綠。綠色台山已經成為咗台山發展嘅一張王牌。房地產大鱷就係睇中台山優良嘅生態、美麗嘅環境同美好嘅發展前景，喺台山投入20億元巨資從事房地產開發，打造5星級的家——台山碧桂園。僑鄉文化賦予台山人開放兼容、海納百川嘅胸襟。你投資我鋪路，你創業我服務，你困難我幫助，你受益我保護，已經成為台山市委市政府嘅自覺行動。視商人為親人，善待投資者，親商、愛商、安商、富商，喺台山蔚然成風。不設高門檻，只鋪紅地氈嘅服務理念已深入人心。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愛嚟投資者喺台山放心投資，放手經營，放膽發財，舒心生活。稱讚台山係一個賺錢多、麻煩少、環境好嘅投資寶地。僑鄉文化鑄就台山人嘅全球思維同戰略眼光。台山立足自身僑鄉資源、環境、後發4大優勢，緊緊揸住世紀之初嘅重要戰略機遇期，把握新型現代產業嘅發展態勢，堅定不移地走工業強市之路。驅車台山一路走嚟，總能睇到大塊嘅平坦土地同連片嘅山坡地。台山係珠江三角洲行政區域面積最大嘅縣級市，地大物博，陸地面積達3286平方公里。目前大部分土地仍待字歸宗，可供開發。喺國際性產業轉移引發新一輪發展潮嘅今日，喺發達嘅珠三角經濟區，擁有咁樣豐富嘅土地資源儲備，彌足珍貴。作為21世紀珠三角投資新亮點嘅台山，開始喺新一輪招商引資嘅角逐中底氣十足，搶佔先機。喺承接世界製造業轉移、打造製造業基地嘅競爭中後來居上，脫穎而出。喺現代經濟地理學嘅概念裏面，海洋係一個內涵最為豐富嘅詞彙。佢意味住一個無限拓展嘅疆域，更預示住一個地方未來可能嘅增長空間。台山瀕臨南海，587公里嘅海島岸線，4000多平方公里嘅海洋面積，同95個大小島嶼，蘊藏住海上再造一個新台山嘅無限生機。台山樹立大工業帶嚟大繁榮嘅勃勃雄心。科學佈局，精心謀劃，打造沿海工業帶，大開發、大建設嘅雄風撲面而嚟。投資320億人民幣，亞洲最大嘅火力發電廠雄踞喺銅鼓灣畔。投資700億人民幣，總裝機容量600萬千瓦嘅腰鼓核電廠已列入國家重點項目規劃。前期工程已經啟動，投資超過16億元人民幣，國內最大嘅風力發電場正喺川島如火如荼建設中。依託台山電廠10萬噸級深水碼頭而興建嘅廣東省最大煤炭市場已經投入營運，年交易量達2000萬噸。國內屈指可數嘅特大型海港，川島20萬噸以上世界級深水港正在規劃論證。有人咁樣形容：如果將粵西沿海城市帶睇成一根弦，江門5邑城市群視為彎弓，咁樣台山就係呢支弓嘅利箭，張弓搭箭，台山隱然待發。
作為我國南方唯一嘅直購電試點城市，作為廣東嘅能源之都，台山嘅產業結構將呈現歷史性嘅大轉變。臨海石化、鋼鐵、電力等重型裝備工業同石油化學工業將成為台山工業化道路上嘅領軍產業。有人咁樣分析，國內唔少地方未來經濟發展將普遍面臨煤、電、油運緊張嘅瓶頸制約。台山作為中國重要嘅能源基地，近水樓台先得月，能源緊缺嘅難題喺呢度迎刃而解。台山充足穩定嘅能源保障、質優價廉嘅電力供應，將吸引眾多跨國公司同國內大型企業嘅眼光。一批大項目將登陸台山，台山必將憑借與日俱增嘅魅力、活力同實力，喺未來嘅城市成長競賽中後發爭先，橫空出世。我哋祝福台山，亦期待台山。